2026年嘅世界盃咧就終於落幕啦。球迷走晒啦，球場亦都熄燈，全世界開始期待下一個4年，再一次見證足球嘅最高殿堂。但係對於加拿大嚟講咧，真正嘅比賽其實依家先開始。加拿大政府收到一張10.66億加幣嘅賬單，平均計返加拿大總共主辦咗13場嘅比賽，即係話每踢一場波，平均就要使超過8000萬加幣。呢個數字咧係大到好難想像嘅，所以我都開始諗一個問題：呢10億使咗喺邊呢？更加重要嘅，加拿大一早知道主辦世界盃好大機會係一場蝕本嘅生意，咁點解仲要做？呢個問題我睇咗好多政府嘅網站啦、財政嘅預算啦、市政會嘅一啲報告，但係當你越睇咧，就會越發現同我原本想象嘅係有啲出入嘅。老實講，我第一個反應同大家係一樣，10億一定係起球場啦，世界盃最大嘅開支梗係球場啦。但當我一路睇落去，我發現咧，原來我估錯晒。今次嘅世界盃咧係冇起過一個全新嘅球場嘅。咁10億點解仲使得咁快呢？答案係改建。以 BC Place 為例咧，為咗符合 FIFA 嘅要求，原本嘅人工草皮全部都要拆走，換成天然草。咁當然就唔係普通嘅天然草啦。下面仲要重新鋪設一啲排水系統、地下加熱系統，再加埋升級咗啲 VIP 嘅設施，單係 BC Place 已經使咗差唔多2億嘅加紙。17,000 seats have been added to this stadium, which is a requirement set by FIFA. 多倫多嗰邊仲誇張 ，FIFA 規定世界盃球場至少要有45,000個位，但係多倫多嗰邊咧係唔夠㗎，於是政府就要使幾千萬起一批臨時嘅看台。最特別嘅係世界盃踢完咧，仲要拆返㗎。聽到呢度咧，係咪已經覺得有啲誇張？但我繼續講落去咧，你就會知咧，其實咧我哋係諗錯晒嘅，因為最燒錢嘅地方根本唔係球場，而係一個所有人都睇唔到嘅地方——保安。你諗下，世界盃唔單止係一場足球比賽，佢仲係一場全球最大型嘅體育盛事之一啊！數以百萬計遊客啦，幾十個國家元首同埋政要，再加上全球媒體，對政府嚟講咧，呢個唔單止係一場比賽，而係一場超大型嘅保安行動。喺 BC 省，淨係保安嘅開支咧就已經高達2.42億加紙㗎啦，而多倫多警方係額外投放超過6000萬加幣。呢啲錢到底用咗去邊呢？其實遠遠唔係你見到嘅警察咁簡單嘅。你喺街上面見到嘅巡邏警員都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啦，背後仲包括一啲反恐情報中心、全天候運作嘅網絡安全團隊、監察黑客攻擊、無人機預防系統、爆炸品嘅搜索、大型人群嘅管理，甚至係醫療同埋緊急應變人員。全部係同步部署，呢啲幾乎睇唔到，但係每一樣都係數以千萬甚至上億計嘅成本。睇到呢度呢，係咪開始明點解世界盃嘅成本遠遠比大家想象中係高好多？加拿大使咗咁多錢，咁 FIFA 呢？呢場世界盃可能由一開始就唔係一個公平嘅比賽。世界盃最值錢嘅其實唔係球賽，而係佢背後嗰盤生意嘅系統。全球電視轉播權、官方贊助嘅收入、門票收益、授權嘅商品，每一項都係數以10億美元計嘅收入，但係絕大部分呢啲嘅收入都係唔會屬於主辦嘅城市，而係 FIFA 自己落袋。換句話說，主辦城市負責搭建嗰個靚靚嘅舞台，而 FIFA 就負責賺錢。仲未完喎。一路睇落去，仲發現咗一樣嘢，因為根據主辦嘅協議，主辦國除咗要負責大部分嘅營運開支，仲要向 FIFA 提供一系列嘅配合，包括場館啦、保安啦，甚至係某啲稅務嘅優惠。即係話成本係由主辦城市負擔，而最賺錢嘅收入當然係留返向呢個最大嘅 NGO FIFA 啦。所以睇到呢度，係咪開始明白點解咁多人形容辦世界盃就好似一場蝕本嘅生意？但最奇怪嘅係，如果真係咁唔公平，點解加拿大
或者更加奇怪嘅係，唔單止加拿大，全世界咁多個國家都爭相去申辦呢一個咁大型嘅盛事咧。明知要使幾十億甚至過百億，都係想做㗎。到底佢哋睇中嘅係乜嘢咧？睇到呢度咧，其實都會開始發現，答案可能唔係帳面上面賺幾多錢，而係另一樣更加難用數字計算嘅價值。而呢個係我覺得成件事最值得討論嘅地方。加拿大政府咧未必係唔知道會蝕錢嘅，相反，我覺得佢哋一早就知，只不過佢哋計嘅可能同我哋平時理解嘅嗰盤數咧完全唔同㗎。應該用人話講就係冇咁容易用錢去衡量嘅一個好處。第一樣其實係時間。如果你住喺加拿大，應該都會有同一個感覺，就係起一條路、起一條 SkyTrain、擴建機場，而係可能要等10幾年，因為每一個大型嘅工程都要經過環境嘅評估、公眾諮詢、預算審批，再加上唔同層級政府嘅協調，過程非常之漫長。但係世界盃改變咗一件事，佢帶嚟咗一個冇得延期嘅 deadline。2026年開波就係2026年開波㗎啦。冇人會因為工程未搞掂咧，就叫你喂，世界盃你等多年先開波啦。所以原本可能會拖好多年嘅一啲基建都嗱臨去搞掂佢啦，例如一啲交通嘅改善啊、場館升級啊、一啲周邊嘅配套，都可能係因為有一個固定嘅 deadline 咧，去加快去完成咗㗎。我亦都發現咗另一件更加現實嘅事啦，就係雖然政府帳面未必賺錢，但係亦都唔代表冇人賺錢。當世界各地幾十萬嘅球迷湧入嚟，最忙嘅唔係政府，係酒店、餐廳、酒吧、航空公司、旅遊業，甚至係短租嘅平台。有人形容主辦大型賽事就好似一間公司做 marketing， 你今日使咗好多錢去落廣告，但係未必即刻可以回本㗎。但如果之後有更加多嘅旅客、更加多嘅投資、更加多企業去認識你，政府就會認為呢筆錢係使得值嘅。至於呢個 marketing 值唔值10億呢？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答案。仲有一樣呢，我覺得好難用數字去計嘅就係國家嘅形象。對 BC 省政府嚟講呢，世界盃呢唔只係足球，亦都係一次向全世界展示加拿大嘅機會，展示自己有能力主辦大型嘅國際賽事啦。有完善嘅基建，好安全嘅城市，有旅遊嘅吸引力。同時咧，政府亦都撥款興建一啲社區足球設施，希望借住世界盃令更加多我哋嘅下一代小朋友接觸到足球運動。呢啲咧可以話係世界盃留翻落嚟嘅遺產。所以睇到呢度，係咪開始會明白支持世界盃同埋反對世界盃嘅人都唔係完全錯㗎？一邊睇重嘅係未來10年、20年嘅投資。另一邊睇重嘅係眼前最迫切嘅民生，而真正令加拿大社會有激烈討論嘅咧，正正就係呢個問題。如果呢10億唔係用嚟搞世界盃，而係直接投放喺民生，今日嘅加拿大會唔會變得不一樣？世界盃真正嘅爭議其實從來唔係足球比賽，而係政府應該點樣用我哋交嘅稅。如果你支持世界盃，你可能覺得加拿大第一次主辦男子世界盃，成功吸引咗全球嘅 spotlight， 城市建設加快咁搞掂晒 BC Place 完成現代化嘅升級，足球喺加拿大嘅關注度亦都因為今次賽事提升咗好多，甚至加拿大嘅男足歷史性咁打入16強，令更加多嘅小朋友開始去接觸足球運動。呢啲改變可能會影響未來10年，甚至係20年。但如果你反對，你睇到嘅可能係另一個畫面。今日加拿大仍然係有人揾唔到家庭醫生，急症室輪候時間仍然係好長，越嚟越多年輕人連買樓、租樓都變得困難。所以好多人都問同一個問題：如果呢10億冇用嚟搞世界盃呢？根據估算，呢筆錢可以興建幾千個 affordable housing， 亦都可以請數以千計嘅醫護人員去改善現有嘅醫療服務，甚至減輕公共交通系統面對嘅財政壓力。對好多市民嚟講呢啲先係我哋每一日真正面對嘅問題嚟㗎嘛。其實當我整理完呢一啲嘅資料同埋數據之後，我反而得出一個完全唔同嘅答案。我發現呢場世界盃其實係冇真正嘅贏家嘅。加拿大政府成個社會俾咗好大嘅成本去搞一場賽事，
FIFA 最大嘅商業得益，部分嘅旅遊業、酒店業都因為世界盃受惠。Saw a 70% drop in business on its busiest nights. The World Cup was a competitor to local entertainment options. It ended up closing shop entirely on all 7 match days. People might come in to look, but it's not really helping us stay afloat if they're not spending the money. 唔少遠離景點嘅小商戶因為封路啊、交通管制啊，生意係會比平時差咗。每一方都得到一啲，亦都失去咗一啲。所以如果今日人問我加拿大使10億搞世界盃，到底值唔值？我可能唔會直接答值，亦都唔會直接答唔值。因為答案其實取決於你相信嘅係乜嘢。如果你相信一個國家需要大型嘅國際活動去提升成個城市國家嘅品牌，吸引外資推動基建，你可能會覺得呢10億係長遠嘅投資。但如果你相信政府第一件要解決嘅應該係住屋、醫療、公共服務，咁你自然會覺得呢10億代價太高。睇晒成件事，我反而覺得世界盃留低俾加拿大嘅唔單止係球場，唔單止係足球，更加唔單止係10億呢個數，而係每一個民主社會都不停回答嘅問題。當資源有限，政府應該優先投資未來，定係解決眼前嘅問題，或者根本冇一個標準嘅答案。所以我想將呢個問題留俾你。如果你係加拿大嘅總理，4年後 FIFA 再次邀請你主辦世界盃，成本依然係10億 ，Yes or no？ 留言話俾我知，亦都好想知你背後嘅理由。因為我相信值得討論嘅從來都唔係足球。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咧，用資料拆解新聞，用唔同角度理解北美議題嘅內容咧，可以下面條 link 請我飲杯咖啡，同埋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我嘅 channel。我係 Rainbow，我哋下一集再見。